嚟先咧，好榮幸咁樣請到我哋心目中嘅一位偶像嚟到我哋主持展賽儀式，大家知唔知佢係邊個啊？邊個？劉邦冇錯啦，咁佢咧亦都好快會出現喺大家嘅眼前，咁我哋將會集定一時就開始今日嘅展賽儀式。但係呢個時候咧，我想提醒下大家一樣嘢嘅，第一個首先要注意安全，特別外圍嘅朋友。因為外邊係馬路嚟嘅行車嘅，所以外邊嘅朋友咧唔該，聽住我哋警察叔叔嘅指揮，記住注意自己安全。另外，如果係帶小朋友嚟嘅，凡係啲1米2以下嘅，我哋都需要照顧一下。另外，仲有你嘅貴重物品，同埋咧提醒一下，大家有冇留意喺我哋嘅舞台嘅左上方有一個網址？如果你哋都想同你嘅朋友一齊分享我哋今日同林峰一齊玩遊戲，一齊傾偈，甚至喺我哋結束之後有個簽名會嘅話咧，其實你哋可以馬上將呢一個網址記得落嚟，填入手機，發短信通知你嘅親朋好友，咁我哋就會喺全球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實時睇到我哋現場嘅狀況。好啦，重複一下我哋嘅網址係 www.666.hk 啊，記住快啲攞手機出嚟記低佢。話俾你屋企人聽，同埋咧，其實林峰今次嚟到英州咧，同大家見面咧，當然唔少得佢會同大家最近距離嘅接觸，就喺現場會揀3位嘅現場觀眾上台。邊個想做呢3個幸運兒啊？嚇？呢度？呢度？我哋清完就唔多啦。呢度啊？好嗱。我同林峰一樣揀現場觀眾，淨係要住2樣嘢嘅啫。第一個，佢首先要好乖，唔會逼到隔離左右，注意安全。第二個，聲音夠大。係正邊度？3個啫喎得。咁林峰咧會問3個好簡單問題咧，你就有機會得到佢喺綠福珠寶揀咗3份禮物送俾大家。究竟呢3份係乜嘢嘢咧？唔該工作人員同我攞出嚟睇睇先。嗱，平時咧我哋要啲咁靚嘅首飾，當然咧我好開心啊！每到一間鋪我哋揀全場最靚嗰條，我就會帶上去啦。咁送俾你哋亦都係林峰親自挑選嘅，男女都會中意嘅新聞獎品。影翻入去間鋪裏邊啊嘛。第一份究竟係咩咧？影到。知唔知係咩啊？得，我哋會影得啦。呢個動作成日都會喺聽住我講嘅每一句嘢，因為我講嘅每一句話咧，都會可能係林峰稍後時間會問大家嘅問題嚟嘅，我係俾足貼士大家，所以當林峰問到你嘅時候，千祈唔好話唔識答，係嘛？好啦，呢個動作咧，成日都喺綠福珠寶第一次同林峰合作，亦都是第一次贊助林峰嘅《歲月風雲》呢套戲咧，成日會做呢個動作，見到不斷打開盒嘅呢個動作，就見到綠福珠寶呢4個大字啦。嗱，呢條就係林峰喺香港咧親自為大家挑選嘅珍珠頸嘅一條，邊個想要啊？係啦，我而家梗係唔送住啦，留翻林峰送俾你哋。第2條喺舊年嘅11嘅展賽入邊咧，其實林峰開始同我哋合作，我相信現場嘅禮儀師咧都清楚。舊年林峰其實嚟過英街1次㗎啦已經，咁佢舊年全程咧都帶住一條手鏈嘅，就係呢一條泰鋼手鏈啦。雖然係男裝嘅手鏈，如果女士得到可以送俾男朋友或者先生嘅，靚唔靚啊？靚唔靚啊？但今年林峰呢張相好似冇帶㗎喎。係啦，舊年全程都帶住嘅。另外，哇犀利啦！我手上面都有嘅，不過款式唔同。而呢一隻咧就係林峰為大家挑選嘅一對情侶對戒，其中嘅一隻女裝嚟嘅。邊個女 fans 想攞啊？我覺得呢樣唔係最重要嘅，最重要嘅就係林峰有可能會現場為你戴上嘅。係啦，如果你想攞到我咧，嗱，記住呢個時候聽住我講嘅每一個字。好，唔該晒你。我哋諗多先嚇，林峰會問啲咩問題咧？我俾貼士大家，即係我都係估嘅啫，因為其實凡喺網上邊有收睇過同我哋29號開始嘅展賽，到10月嘅5號，我哋一共咧為14間嘅福珠寶進行展賽嘅。咁我哋會由廣東省一路會去到湖南、湖北、到
到最後我哋會去到林峰嘅家鄉福建省嘅邊度啊？廈門冇錯啦，咁嘅4個省。咁喺每日嘅直播入邊咧，其實大家如果想睇翻林峰，睇翻我哋之前問過嘅問題，大家都可以登錄呢一個網址咧，就可以睇翻㗎啦。咁佢會問咩問題咧？頭先我講過，我哋今次剪彩會為幾多間嘅福珠寶進行連環嘅剪彩？幾多間啊？係先，第一日29號，我哋一共為3間嘅六福珠寶進行剪彩，3間。第二日剪咗2間。第3日即是1號剪咗3間，今日係2號，而家係我哋今日嘅第2場，跟住你計緊數嚟已經。聽日我哋會去到湖南有1間，跟住去到武漢有2間，跟住福建廈門仲有1間，一共幾間？冇錯啦，答案非常之準確，係14間嘅。六福嘅珠寶分店咧，會喺我哋國慶節嘅呢個階段去誕生嘅，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如果你唔可以跟隨住我哋隊伍去到4個省份，唔緊要，喺網上面同樣可以支持我哋嘅。呢個其中一啲貼士嚇。有冇人知道全球究竟我哋六福珠寶分店一共有幾多間啊？好難數，應該有幾多間啊？1間？唔止啩？2間，我相信要大家記住一個數字，我哋全球喺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加拿大、美國等等，全球加埋嘅數字有420間，記唔記得？呢個數字其實我哋相信六福嘅同事上上下下團結一心先可以有咁好嘅成績，所以記住呢個數字啊！你諗下林峰會問啲咩問題？係啦。嗱，林峰做咗期播一套戲咧，大家係非常之熟悉。頭先我講過啦，《歲月風雲》，同大家可以睇到佢精湛嘅演技。另外啱啱大結局完咗嘅《家好月圓》，飾演咩角色啊？管家仔嘅角色深入民心。而家播緊嘅一套戲，琴晚第8集叫咩名？少年四大名捕，冇錯，佢叫咩名啊？冇咗啲無情，而且仲可以，仲係坐喺度唔需要行路嘅無情。有冇睇啊？你哋有睇嘅俾掌聲我聽下。咦？後邊嗰啲唔通冇睇㗎？有冇啊？如果冇反應，我陣間就叫林峰唔好睇嗰度啦，淨係望住呢2件嘅人算啦。好唔好啊？嚟咗啊！嗱，俾多次機會你哋。有睇過少年四大名捕嘅，俾啲掌聲我聽下。係啦，咁先係噶嘛。好啦，睇睇時間先嚇。咦？嗰部咪林峰部車嚟嘅？哇！我睇唔清啊，麻煩派個人幫我睇睇。其實幾辛苦啊，今次嗱，由9月嘅29號開始，林峰喺香港早上4點鐘開始出發，4點鐘出發，跟住3點幾要起身。然之後我哋去到第一站邊度啊？記唔記得？唔緊要，賣個關子，今晚上網，聽日話我知。係啦，記住上邊個網站啊 www.6福.com.hk。係啦，要考下大家啦。咪先，俾多支咪我，唔該。好，唔該，阿周經理。麻煩你，我要問一位現場觀眾啊，有邊個咧？就你咧。